話？3000蚊工資都可以落戶中山？喺邊度？我即刻到。火炬最新盤中澳和悅春府，首期只需要3個就可以上車。想揾心水靚樓又怕首期壓力大嘅朋友，今次千祈唔好走雞啦！中澳和悅春府3房2廳2衛嘅設計，呢個88平方嘅3開間都係朝南。你睇採光，依家係早上10點，太陽直接從我哋南邊嘅露台照入嚟。戶型係非常通透嘅，4.2米嘅露台，一邊擺洗衣機，另外一邊仲可以擺個吧台，週末可以喺呢度嘆茶。88平方3房2廳2衛嘅設計，正南向嘅次臥，有個衣櫃同一個書台，空間啱啱好夠用。正所謂有好就有壞，呢間主人房可能係呢個單位唯一嘅缺點啦。可以睇到呢個主人房嘅空間咧係比較細嘅。但係我哋可以考慮將隔離間次臥打通，咁樣會唔會係你嘅夢中情況呢？當然咁樣做就會少咗一間房，但係對於一家3口嚟講都係滿足晒。如果俾你，你會選擇留低一間房定係打通呢？位置方面，雖然依家配套少，但係落樓咧就可以接駁中山2條主要幹道，中山路同博愛路。暢遊成個東區商圈都只需要10幾分鐘，距離深中通道出口僅需要10分鐘嘅車程，仲有我哋中山站同火炬站嘅地鐵口，半個鐘頭可以暢遊大灣區各大城市。雖然各方面都有不足嘅地方，但係依家僅需要呢個數就可以上車。對於火炬呢個新樓盤喺你心目中又可以打到幾多分呢？當然，火炬仲有更多、更靚、更筍嘅樓盤。下一期帶你繼續了解火炬性價比之王嘅樓盤。軒仔專注灣區置業。